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。今次會教大家在你的電腦安裝 Windows Vista。如果想知多啲，就繼續睇落去。事不宜遲，立即去片。開機安裝請自備 USB 和光碟。開機 BIOS 步驟請參閱電腦廠商說明書。嚟到安裝 Windows 個界面，請選擇安裝語言、時間及貨幣格式、鍵盤或輸入法，設定完上步驟，按下一步繼續，按立即安裝。請輸入產品金額，產品金額請參閱零售說明書，數字是25個字元。輸入完成後，按下一步。如睇過 OK， 請按接受條款，按下一步，繼續按自定。硬碟分割，如果檢查過安裝硬碟冇問題，請按下一步繼續。電腦現正安裝系統，呢個時候請耐心等候。安裝期間，電腦會重新啟動多一次。安裝完成，設定最後步驟。請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及選擇使用者相片，按下一步。輸入你的電腦名稱和選出桌面背景，按下一步。請選擇使用建議的設定。如果時間和日期冇問題，按下一步。請選擇互聯網的設定。完成安裝，按開始。請耐心等候，好快會進入 Windows Vista 桌面。已進入 Windows Vista 桌面，想設定解像度，按滑鼠右鍵，按個人化設定，按顯示設定，將解像度調校到合適位置，按套用，按是，再按確定，完成。鍾意今次影片，請訂閱和追蹤，讚好和留言，下一條影片見，拜拜。